大家好，呢一度係開運研究院頻道。今日我開運師姐同開運師弟同你深入拆解實用又詳盡2026年12生肖財運全攻略。邊個生肖今年數錢數到手軟？邊個要勒實褲頭慳住每一蚊？今次喺度連點解年初要買黃金、錄帝錢點放先招財、記賬點樣記先旺財富，都會一齊講到明。唔單止講現象，仲會教你實際對策，守住財富，避免踩坑，甚至可以轉危為機。所以記得睇到最尾會有開運錦囊送俾你，千祈唔好錯過。而家開始啦，唔單止講現象，仲會教你實際對策，守住財富，避免踩坑，甚至可以轉危為機。所以記得睇到最尾會有開運錦囊送俾你，千祈唔好錯過。而家開始啦，師姐，我真係驚到成晚瞓唔着。聽講2026年好多生肖會破財，我仲未出花紅，信用卡又已經爆咗，點算好啊？我再補充一下，我個一循例子講破財嘅意思：意外被盜、遺失錢包、生病就醫、奢侈故障維修、被詐騙、投資失利、賠償、罰款、突發開支。其實唔係得你一個人係咁，好多人今年嘅財運都可以話係冰火兩重天。有人會穩穩陣陣收錢，有人一個唔留神，啲錢走咗佬都唔知點解。但好消息係，只要知運、順運，用啱方法，破財都可以變守財。等我逐個生肖同你由頭講到落尾，包你睇完即刻知點樣守住自己個荷包。生肖鼠財運解說。今年破財情況幾多，真係唔係嚇你。無論係簽合約、網上購物定係借錢俾人，都要特別小心。簽文件千祈唔好急，要逐隻字睇清楚，最好影低記錄。偏財運非常弱，賭博、炒幣、期貨，甚至朋友介紹話穩贏嘅投資，通通唔好掂。今年賺錢要靠自己雙手，唔可以靠運氣，唔好搏。建議每月設定硬性儲蓄目標，就算淨係得500蚊，都要盡量儲起先好用。生肖牛財運解說，整體財運算係2026年頭幾旺嘅生肖之一。雖然上半年可能會有少少小破財，例如手機跌爛要換屏幕，朋友結婚要派利是，但下半年就會有意外之財，可能係稅務退款、舊債還返，甚至公司突然派花紅。重點係上半年要整頓財務、清卡數、對賬單、取消唔用嘅訂閱，去到下半年先考慮穩健投資，例如定存、債券基金。記住唔貪心、唔跟風，穩紮穩打先係你嘅財富之道。生肖虎財運解說，五鬼星入命，代表金錢流動大，開支多到驚，可能一陣要幫屋企人，一陣要整車，一陣又要請客，但好彩有3合貴人幫手，例如上司賞識、客戶主動介紹生意，最終都會有收穫。不過與其被動等破財，不如主動化解。強烈建議你喺農曆新年前或者年初1至15之間買一啲黃金飾物，就算係條小金鏈都得，或者買一啲實用電器，例如空氣清新機、咖啡機，先用可控開支應驗不可控嘅損失，咁過多幾個月財運就會開始順返。生肖兔財運解說，今年係勞中得財嘅一年，你唔可以坐定定等錢嚟，而係要靠奔波、外勤、開會、見客先會有收入。尤其係做文職嘅朋友，如果今年突然要頻頻出外工作，唔好覺得辛苦，其實正正係應運而行。但重點嚟啦，所有金錢往來一定要留證據。WhatsApp 講咗都唔夠，最好有正式 invoice 收據或者簡單 email 確認。信任係好事，但防範風險先係對自己負責。生肖龍財運解說，由於有大煞星影響，今年要特別小心突發性破財，例如手機跌爛要即刻換，被交通罰款、網購貨唔對辦，甚至被電話詐騙。建議年初就做好防範。買啲貴重物品，例如黃金、智能手錶、電器等破財，一次過應驗咗。同時，理財策略要保守定存、低風險基金，甚至買金條存實物，都會比炒股、加密貨幣安全得多。守住本金就等於守住財運。生肖蛇財運解說，太陽星照明，正財非常穩定，甚至有上升空間。如果你做銷售、教育、創作、自由職業，今年兼職、外快、額外項目會特別多，但係小心詐騙陷阱都多，尤其會有高回報投資、刷單返嚟、假客服退款等套路揾上你。
騙財方面，千祈唔好試，守住份正職收入，再用多餘資金做穩健儲蓄，就係2026年最聰明嘅財務策略。生肖馬財運解說：你今年係破中得財局錢背時，但都會翻，可能1月份整車，6月份收翻舊債，9月份有 bonus， 但係關鍵係收支必須嚴格控制。建議用順豐理財法或者手機記賬 App 將收入分類，儲蓄、生活、娛樂、應急。另外，突發開支好似醫療、人情、家居維修隨時殺到，所以緊急基金唔可以少。仲有年初買件黃金小飾品，唔使貴，但係要有金器幫你穩定財富。生肖羊財運解說：財運來來去去，小破財難免，但係貴人超強，可能有朋友介紹你做副業，老闆主動加你人工，甚至有人借錢俾你周轉。但係記住，所有機會都要做足功課，唔好因為係熟人介紹就盲目落注。建議你專注穩定收入，副業只做唔影響正職嘅輕量級項目。另外，銀包放1串陸地錢，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，用紅繩串好，招財又辟邪，助你守住貴人帶嚟嘅財氣。生肖猴財運解說：2026年財運較弱，尤其要小心房地產陷阱。睇樓要請專業驗樓師，合約條文逐項睇。交樓日期、裝修標準、隱藏費用全部問清楚。同親友金錢往來更要謹慎借錢，最好寫借據，寫明還款日期，避免日後傷感情。騙財運幾乎係零，股票、加密貨幣、賭博千祈唔好掂。今年策略只有一句：保守理財，優先儲蓄，寧願少賺，唔好蝕本。生肖雞財運解說：天德福星雙星加持，今年正財大旺。可能有加薪、花紅、項目獎金，甚至公司福利升級，但係同時有絞殺星影響，提醒你高風險投資會令你由贏變輸。建議選擇黃金、實物資產、長期定存等穩健方式。另外可以開始自動轉賬儲蓄，每月出糧即刻轉一筆入儲蓄戶口，培養先儲後使習慣，等財富越嚟越厚。生肖狗財運解說：動中求財係你今年關鍵字。越勤力越主動越有收入，適合加班接兼職、開發新客戶，甚至創業試水溫。但係財來財去現象明顯，一有錢就容易使晒，尤其見到朋友忍唔住手。建議你入錢當日就先儲30%，鎖住唔睇唔喐，剩低先用。仲有親友借錢要衡量自己能力，唔好為咗面子硬借，傷財又傷感情。生肖豬財運解說：恭喜你，2026年係12生肖入邊財運最旺之一，正財穩定增長，偏財亦都有驚喜，可能中獎，被邀請做 pay collaboration， 甚至二手轉賣都賣到好價錢。但係暴敗星警告，小心財物唔見咗、被盜、網購詐騙，甚至手機被盜刷。對策：收入一到手，先買保險、手機、家居、旅遊都要考慮，再買實物資產、黃金、收藏品。同人金錢往來要白紙黑字，避免日後有爭拗，守得住先算贏。師姐，點解咁多生肖都要年初買黃金？係咪心理安慰，定真係有用？絕對唔係心理作用。風水講應煞，當你知道有破財星，與其等佢隨機爆發，可能損失幾萬，不如主動用可控開支去化解。例如使幾千買黃金，黃金屬金，本身有穩財，像子有鎮煞能量，而且係實物資產，就算市況差，價值都唔會變零。所以唔係迷信，係風險管理，風水智慧雙管齊下。買黃金保值，唔使開光都 OK。但係如果你中意帶風水吉祥物，例如麒麟、貔貅、陸地錢呢類，傳統上好多師傅同用家都會建議，經過正統儀式淨化同加持，會更安心、更有心意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啲飾物本身承載住我哋對吉祥、平安、順利嘅美好祝願。如果可以揀到，用天然材質好似純玉石、金、銅，由有經驗嘅師傅以傳統方式處理，甚至根據自己生肖或者五行配對設計，咁戴起身會更加有連結感，心裏亦更踏實啊！
而家網上好多平價飾物，未必清楚來源同製作過程。為咗自己安心，我都會寧願揀信得過、透明度高嘅選擇。如果你對2026年專屬風水飾物，例如生肖麒麟、招財貔貅、化煞葫蘆、六帝錢等有興趣，歡迎私信或者留言俾我。我哋師傅白鶴明大師有超過60年經驗，一直堅持用傳統方式為吉祥物淨化、加持、賦予祝福。我哋好樂意分享點樣揀啱一件適合你又有意義嘅開運小物。記住啊，最強嘅風水係你嘅善心同正能量，飾物係錦上添花，心正先係根本。咁我想提升自己財運，又唔識風水，點開始好？新年理財開運三錦囊，想財運穩穩咁嚟，師姐送你3個簡單又實用嘅開運小習慣。錦囊一指用手寫記賬本，養成理財手感，每晚花2分鐘記錄支出，睇真啲錢點樣流動，唔係為咗慳，而係為咗知錢、識錢、守錢。好多朋友話寫咗幾個月，自然唔會亂使啦。錦囊2，選擇有文化寓意嘅吉祥小物。如果你中意佩戴飾物，可以考慮配合自己生肖嘅傳統吉祥物，例如屬羊嘅朋友會中意六帝錢造型嘅吊墜，屬馬嘅可能會揀貔貅或者元寶設計。重點係揀天然材質，好似金、玉、銅，同來源清晰、有儀式感嘅作品，戴起身會更有意義、更安心。錦囊3，培養先儲後使心態。發糧第1日先自動轉一筆去儲蓄戶口，唔使多，但係留財氣嘅心意要先做。財富唔單靠運，更靠習慣啦。記住，最強開運法係你嘅行動同覺察。如果你對2026年生肖風水搭配或者傳統吉祥物揀選有興趣，歡迎留言或私信。我師姐好樂意分享多啲文化小知識同挑選心得。我師傅白鶴明大師家傳風水逾100年。大師著作逾100部，學生遍及世界各地。佢始終堅持以傳統儀櫃處理吉祥物，重視嘅唔只係形式，更加係背後嘅心意同文化傳承。